Merci, mes amis. Thank you, my friends. There are still votes to be counted, but what we've seen tonight is that millions of Canadians have chosen a progressive plan. 加拿大上星期一國會選舉，總理杜魯多第3次勝出大選。據當地傳媒推算，眾議院338個議席入面，執政自由黨取得超過150席，但就達唔到過半嘅170席。杜魯多仍然要維持少數派政府局面。熟悉北美政情、身在多倫多嘅李子峰認為，杜魯多計算錯誤，喺加拿大經歷第4波疫情之際舉行大選，結果反而令民望下滑。杜魯多曾經威脅就話，如果今次大選仍然係少數派政府嘅話咧，18個月後好大機會會再次大選嘅。咁所以加拿大人就會可能有一種感覺，其實杜魯多係為咗自己嘅政治權力啊、個人仕途啊。今次選舉花費6億加元嘅呢個紀錄係創歷史新高啦。咁然後選完之後，聯邦大選嘅最終結局係同未選之前冇乜分別嘅。咁浪費咗呢個資金本身可以應用喺房屋啊或者醫療等等方面啊。咁所以對於加拿大人嚟講，其實都好大嘅不滿。最大在野黨保守黨黨魁奧圖爾就話，只要令杜魯多無法扭轉少數派政府嘅劣勢，已經達成目標。李子峰分析，大選反而令在野黨更團結。19年嘅時候，新民主黨黨魁辛格佢講過話，其實無論任何情況都唔會同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嘅。但係佢今次係冇講過嘅。灰人政團佢嘅黨魁布蘭謝都冇咁講過嘢。咁其實某程度上意味住，即使大家意識形態唔同，都已經有一種唔希望杜魯多或者自由黨繼續執政嘅呢種氛圍喺度嘅。重掌國會嘅如意算盤打唔響，杜魯多仲要面對外交難題。近日澳洲取消採購法國潛艇嘅協議，並且同美國、英國宣布成立 AUKUS 建立安全夥伴關係，而同屬五眼聯盟嘅加拿大就冇份。在野保守黨同埋新民主黨都批評總理杜魯多冷待盟友。杜魯多佢話加拿大唔需要核動能潛艇，咁其實呢句嘢係相當之具有誤導性嘅，因為講緊 AUKUS 嘅重點從來都唔喺核潛艇本身，而係研發核潛艇所使用嘅尖端技術啦。AUKUS 嘅重要程度係將聯盟合作同埋戰略佈局呢件事重新定義嘅。咁五眼聯盟嘅成員加拿大被排除在外，呢件係一件幾可悲嘅事情。所以我會覺得佢其實浪費咗佢疫情嘅一啲相對比較好嘅支持率，咁對於佢未來而言係非常之困難啦。